近年國際社會上推動無酬工作，究竟乜嘢係無酬工作？我哋設計咗4個選項，分別係努力鑽研烹飪菜式、擔任童軍、女童軍嘅領袖、協助鄰居修理物品或者照顧細路仔、為小朋友升學而設立及管理社交平台。睇下佢哋對呢4個活動會唔會定義為無酬工作？我覺得擔任童軍、女童軍領袖，我覺得呢個都係冇。協助鄰居修理物品呢，都係一啲義務工作啦，或者無酬工作嘅。睇點定義酬呢個字咯。我唔知我爹哋媽咪就係無錢嘅工作啦，唔係咩？設立呢個平台都係冇成本或者現金成本去設立呢個平台啦。而你維繫嘅時候，可能雖然係時間成本啦，會有啦，但係現金成本相對而言就係冇咯。我想問下你知唔知乜嘢叫無酬工作呢？唔知義工冇錢收嘅工作，冇薪金嘅工作，唔收錢，唔收任何禮物，冇收酬勞去做嘢啊，可能義工類嗰類咁樣咯。可能單純係你中意嘅嘢，都可以係一啲酬勞咯。譬如你幫鄰居修理物品或者照顧小朋友，咁你可以建立到鄰里嘅關係。名思義無酬就冇一個報酬啦嘛。你有冇做過一啲類似嘅工作？賣旗算唔算？童軍、做功課、幫屋企做家務。都有試過開嘅社交媒體嘅帳號。社會認為努力成就係同金錢酬勞畫上等號，冇正式工作就係躺平、遊手好閒。無酬工作指嘅係投入咗個人勞動嘅時間，但唔會獲得金錢作為報酬。無酬工作一般可以包含職業探索活動、義務工作、照顧家人同埋深入發展興趣。要將無酬勞動納入 GDP 計算，一直存在爭議，主要原因就係難以量化同標準化。義務工作及照顧家人就因為缺乏市場薪酬而被低估。呢一啲隱形貢獻其實對家庭同社會運作至關重要，都係社會穩定嘅基石。另外，當我哋全心投入熱愛嘅事物嘅時候，例如繪畫、砌模型或者運動，唔單止能夠磨練專業技能，咁更加能夠培養解決問題嘅韌性同創造力。好似係熱衷程式設計嘅愛好者，喺邏輯思維同抗壓性上表現突出。更重要嘅係興趣嘅積累能轉化為可轉移技能，如溝通技巧、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同埋批判性思考等。呢啲技能都能夠幫助有效完成任務，並且適應新環境，對個人多元發展非常重要。就好似現職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荃灣會所嘅阿佳，畢業之後冇馬上就業，佢選擇用1年時間準備參加健美先生比賽。喺見工面試嘅時候，主管了解阿佳喺冇工作嘅呢1年嘅事情之後，反而對阿佳呢1年嘅無酬工作有唔同嘅睇法。佢嗰1年其實佢真係冇正式嘅工作啦。佢嗰1年其實我諗係為佢自己一啲夢想，佢去努力啦。但我知道選健美先生咧，成日整個流程咧，佢個 discipline 係非常要睇得好重嘅，無論食嘢啦、佢個運動啦、佢個作息啦，咁再加埋佢係需要比賽嘅。咁我相信呢個嗰個要求更加高啦。咁所以其實我推算到呢個年輕人咧，即使佢冇工作，但我諗其實佢嗰個投入喺呢個運動呢個比賽裏邊咧，我相信其實相對嚟講，比一個真係有酬嘅工作咧，所需要嘅付出嘅努力啊，或者嗰個毅力啊，同埋嗰個恆心，我相信係更加大咯。咁所以我唔覺得佢冇做呢1年係相對其他應徵者係輸蝕咗。都掙扎㗎，嗰陣時屋企人啊，同埋識嘅朋友都有同我講，你呢1年咁樣去比賽，去參加健美比賽，咁其實之後見工嘅時候都可能有啲困難過，你要解釋咁樣啦。但係嗰陣時雖然有呢一啲掙扎啊，但係其實我最後我都係好想試一次，因為我知返咗全職好難有呢個空間同埋呢個精神去應付。就算有好多唔同聲音啊，即係挑戰，我都想試一次咯。所以其實都估唔到啊，呢1年嘅比賽啦，或者健美比賽呢一件嘅經驗當中，阿 Abby 睇到入邊我嘅自律啦，嗰個嘅責任啊，同埋嗰個努力，所以嗰陣時都幾驚訝，係，所以我都希望可以藉住帶住健美比賽嗰陣時嘅一個心態同埋努力嗰個狀態帶落去嚟緊嘅工作嗰度。我哋相信可轉移技能，可以喺無酬工作嘅經驗中獲取，並轉化為職場嘅一種共通能力，可以喺唔同情景、職位或者領域中應用嘅技能同埋能力。無酬工作嘅社會價值值得提倡及肯定。
樂。